你係咪成日覺得人到咗中年，或者身邊見到啲長輩40、50歲、60幾歲去親檢驗身體，醫生一睇份報告就會皺晒眉頭同你講：喂，你呢個血糖指數超標球，要小心糖尿病啊！一聽到糖尿病呢3個字，真係成個人都震晒，好多人即刻覺得人生冇晒樂趣，呢個又唔食得，嗰個又唔食得，餐餐都要清湯寡水，好似食樹皮咁。每日食飯都好似同個天賭命咁，食啖白飯都驚血糖飆升，搞到個人壓力大到不得了。其實控制血糖真係唔需要咁痛苦。今次我就同大家拆解由多位權威醫生認證嘅10大降糖超級食物。最神奇嘅係排喺第1名嘅嗰樣嘢真係平、靚、正，家家戶戶嘅廚房一定有。只要你食啱方法，從此以後你就可以食得飽飽，又完全唔使驚血糖爆表。今日呢篇內容資訊量極度爆炸，我會用最科學、最貼地嘅方式同你講清講楚。記住要聽到最後。我哋先嚟講講第10位。呢樣嘢平時去街市一定見到，就係洋蔥。好多人炒牛肉、煮豬扒都會加洋蔥，但你未必知原來佢係一個隱藏嘅控糖高手。喺醫學研究上面，洋蔥裏面含有2種好關鍵嘅化學物質，一種叫槲皮素，另一種叫蒜素。醫生指出呢啲成分可以幫我哋嘅身體提高胰島素嘅敏感度。即係話原本你身體啲細胞好似瞓着咗咁，對胰島素冇反應，但食咗洋蔥之後，啲細胞好似醒晒咁，自動自覺將血液裏面嘅葡萄糖搬入細胞，轉化成能量，咁血糖自然就跌啦。有醫學臨床試驗做過統計，一班大概50幾歲嘅2型糖尿病患者，每日食100克鮮洋蔥，4個鐘頭之後，佢哋嘅空腹血糖值明顯下降咗。而且洋蔥無論係紫洋蔥定黃洋蔥都好有效。不過醫生就建議，如果想控糖效果最好，生食或者微波爐略略加熱就好，唔好煮到太爛，因為高溫會破壞部分活性成分。你平時去茶餐廳食飯，不妨叫多啲有洋蔥嘅料，或者自己喺屋企做沙律嗰陣加幾片紫洋蔥，咁就又健康又好味。跟住落嚟第9位就係西蘭花。講到西蘭花，相信大家都知道佢係抗癌明星。但其實佢喺降血糖方面同樣係神級存在。西蘭花裏面有一種好特別嘅植物化學物，叫做蘿蔔硫素。英國有一間好著名嘅大學喺2017年做過一項好大型嘅研究，研究人員選咗一班平均年齡50-60歲、體重超標嘅糖尿病患者做實驗，發現佢哋連續食咗西蘭花提取物12個星期之後，空腹血糖竟然跌咗接近10%。呢個數字喺醫學界嚟講係非常之驚人。點解西蘭花咁勁？因為蘿蔔硫素可以抑制肝臟產生過多嘅葡萄糖。我哋平時空腹或者瞓覺嗰陣，肝臟會自己釋放血糖。如果控制得唔好，朝早起身血糖就會好高。而西蘭花正好可以幫你鎖死呢個源頭。再加上西蘭花含有極高嘅膳食纖維，可以喺你條腸裏面形成一層保護膜，減慢碳水化合物嘅吸收速度。食西蘭花嘅時候，醫生建議用隔水蒸嘅方法煮3到5分鐘，咁樣最能保留蘿蔔硫素。第8位，我哋睇下啲細細粒但能量好大嘅嘢，奇亞籽。呢幾年喺中環、銅鑼灣啲健康飲食界非常之興，好多後生仔女甚至係70-80歲注重健康嘅長者都開始食。奇亞籽最犀利嘅地方係佢嘅超強吸水能力。當你將1茶匙奇亞籽放進水裏面，佢會膨脹12倍，變成好似啫喱咁嘅凝膠狀。醫生解釋，呢種膠狀嘅膳食纖維進入你個胃之後，會大大延長食物消化嘅時間，即係延長胃排空。咁樣有乜嘢好處？好處就大啦，你食落肚嘅澱粉質會好似開慢車咁，極之緩慢咁轉化成血糖，釋放到血管裏面。咁樣你嘅血糖曲線就會表現得非常平穩，唔會好似坐過山車咁直上直落。同時，奇亞籽富含 Omega-3 脂肪酸，有助於減低身體嘅慢性發炎，對保護糖尿病人嘅心血管極有幫助。你可以喺朝早將佢加落無糖豆漿或者低脂奶裏面，放一陣間，等佢變稠之後先食，飽腹感十足。由朝早8點飽到12點，都唔會想偷食零食。第
第七位就係我哋平時好容易買到嘅燕麥和大麥等全穀物，好多人一聽到全穀物就話：喂，燕麥咪又係澱粉質，食咗咪一樣升血糖？呢個真係天大嘅誤會。醫生特別澄清，燕麥裏面有一種叫 β 葡聚糖嘅水溶性膳食纖維，呢種纖維係降糖嘅秘密武器。佢可以喺腸道黏膜表面形成一層高黏度的膠質，呢層膠質會好似個網咁，捕捉住一部分食物中嘅糖分同膽固醇，令到小腸吸唔到咁多糖。美國營養學會喺2022年發表過一份報告，指出長期用燕麥代替精製白米飯嘅人，佢哋嘅糖化血色素水平有顯著下降。不過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大家一定要聽清楚。街邊買到嘅嗰種即食3合1麥片，或者加咗糖奶精嘅即沖燕麥，千萬唔好買。嗰啲食完血糖真係會狂飆。你要買嘅係需要煮嘅大燕麥片，或者係鋼切燕麥，越硬越需要咬嘅就越好。煮嘅時候唔好煮到好似稀粥咁，要帶點嚼勁，咁樣控糖效果先至係最頂級。第六位。呢樣嘢可能好多人細個好討厭，但大個咗就知道佢係寶，就係苦瓜。廣東人叫涼瓜。苦瓜喺中醫角度係清熱解毒，而喺現代西醫眼中，佢根本就係植物胰島素。醫生經過化學分析發現，苦瓜裏面含有3種非常獨特嘅活性成分：苦瓜素、針形胰島素以及苦瓜苷。呢3種物質一齊合作，可以發揮類似人體胰島素嘅功效。當你食咗苦瓜之後，呢啲成分會刺激你身體嘅肌肉同肝臟細胞，叫佢哋快啲去吸收血液裏面嘅葡萄糖。甚至有科學家發現，苦瓜可以保護同修復胰臟裏面負責分泌胰島素嘅 β 細胞。對於一啲已經50、60歲、胰臟功能開始退化嘅長者嚟講，苦瓜簡直係救星。喺香港，我哋好鍾意食涼瓜炒牛肉或者涼瓜炆排骨，只要煮嘅時候唔好放太多豉汁同埋含糖嘅調味料。呢道後絕對係糖尿病患者嘅神仙餐。如果你頂得順佢嘅苦味，甚至可以用青苦瓜打汁，加少少青蘋果一齊飲，降糖速度真係快到你唔信。第5位就係秋葵。秋葵呢幾年喺網絡上面真係紅到發紫，甚至有人封佢為降糖第一聖物。醫生指出，當你切開秋葵嘅時候，會見到裏面有好多黏黐黐嘅汁液。呢啲黏液其實是由果膠、半乳聚糖同阿拉伯聚糖組成的可溶性膳食纖維。呢種黏液入到腸胃之後，作用就大啦。佢會緊緊包住你食入去嘅澱粉質，阻斷腸道對糖分嘅吸收。2023年有份國際內科醫學期刊做過對比研究，一班40到60歲嘅高血糖患者，一組人每餐飯前食5條娃秋葵，另一組人不變。結果發現有食秋葵嗰組，餐後2小時嘅血糖峰值比對照組低咗足足20毫克每分升，而且秋葵仲含有豐富嘅類黃酮，具有好強嘅抗氧化能力，可以減輕高血糖對微血管嘅傷害，預防糖尿眼或者糖尿病腎病。食秋葵嘅時候，切記唔好切到太碎去煮，最好係成條整齊咁洗乾淨，保留體頭或者灼熟之後先切，咁樣可以最大程度防止裏面嘅精華黏液流失。第4位我哋要講講豆類，特別係雞豆、扁豆同黑豆。好多人控制血糖嘅時候，只會瘋狂食菜、食肉，完全唔敢食豆，因為覺得豆有澱粉質。但係醫生同營養師都大力強烈推薦，豆類其實係低升糖指數食物嘅典範。豆類裏面含有大量嘅抗性澱粉同埋植物性蛋白質。咩叫抗性澱粉？簡單嚟講，呢種澱粉質好特別，佢冇辦法喺你嘅小腸裏面被消化吸收，而是會直接落到大腸，變成大腸裏面益生菌嘅食物。既然小腸吸唔到，佢自然就完全唔會引起血糖波動，而且益生菌食完呢啲抗性澱粉之後，會產生短鏈脂肪酸。呢種脂肪酸可以進一步改善全體組織對胰島素嘅敏感性。有權威醫學雜誌在2021年做過追蹤，發現每日食一杯豆類嘅人，3個月後佢哋嘅血壓同血糖水平都比普通人更健康。你平時煲湯或者煮飯嘅時候，可以加一把黑豆或者雞豆入去，既可以增加飽腹感，又可以幫手穩住血糖，真係一舉兩得。第3位呢樣嘢唔係食嘅，係飲嘅，就係天然蘋果醋。可能你聽過好多減肥人士會飲蘋果醋，但你知唔知佢其實係一個非常厲害嘅血糖緩衝劑？醫生解釋，
蘋果醋裏面最核心嘅成分係醋酸，醋酸入到身體之後會做兩件好重要嘅事。第一，佢會抑制小腸裏面雙糖酶嘅活性。雙糖酶係負責將你食入去嘅澱粉蔗糖分解成單糖，即係葡萄糖嘅酵素。醋酸令呢種酶罷工，咁你食入去嘅澱粉質分解速度就會大大減慢。第二，醋酸可以促進肌肉組織吸收血液中嘅葡萄糖。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做過研究，發現高血糖人士喺食餐前飲2湯匙蘋果醋，伴隨一杯溫水，佢哋餐後嘅血糖反應可以降低高達30%，即原本你食碗麵血糖會升到10，飲咗蘋果醋之後可能只會升到7。不過飲蘋果醋都有技巧，千祈唔好直接吞，因為醋酸會腐蝕你嘅牙齒、珐琅質同胃黏膜。正確做法係用1到2湯匙嘅有機帶母體蘋果醋，加入大約250毫升嘅溫水裏面稀釋，用飲管吸入去飲，咁就最安全、最有效。第二位，呢種係一種好神奇嘅香料肉桂，可能好多香港人平時只有喺飲咖啡或者食肉桂卷嘅時候先會接觸到肉桂，但其實喺醫學上，肉桂被視為一種天然嘅血糖調節劑。醫生表示，肉桂裏面有一種叫甲基氧基查爾酮聚合物嘅化學成分，呢個名好複雜，你唔需要記，你只需要知道佢喺身體裏面嘅運作模式幾乎同胰島素一模一樣。佢可以直接激活細胞表面嘅胰島素受體，讓大門打開，讓血液中嘅糖分進去。多項臨床研究證實，每日只需攝取大約1到6克嘅肉桂粉，就可以幫2型糖尿病患者降低高達24%嘅空腹血糖，連總膽固醇同壞膽固醇都一齊降埋。肉桂非常適合一啲年紀大、身體代謝變慢嘅長者。你可以喺朝早沖咖啡、沖燕麥片嘅時候，灑上半茶匙嘅天然肉桂粉，唔單止成杯嘢會變到好香，仲可以為你嘅身體拉起一道堅固嘅控糖防線。好啦，終於去到大家最期待嘅第一位，呢樣嘢正如標題所講，真係平、靚、正，家家戶戶嘅雪櫃或者廚房一定放埋一堆，平時幾蚊港幣就有一大袋，頓頓都食得起。呢樣嘢就係雞蛋，好多人一聽到雞蛋，特別係一啲60幾歲、觀念比較傳統嘅老人家，即刻會搖頭擺手話：哎呀，雞蛋唔可以食咁多呀，蛋黃有膽固醇呀，食多會血管硬化呀。我喺度一定要同大家用最新嘅醫學常識大力平反。早喺2015年，美國同世界衛生組織都已經取消咗每日膽固醇攝取的上限。醫生同大量最新嘅科學研究都證實，人體血液裏面高達80%嘅膽固醇係由肝臟自己製造出來嘅，同你食落肚嘅食物膽固醇關係其實非常之少。相反，雞蛋對於控制血糖嚟講，簡直係完美嘅全能冠軍。首先，雞蛋嘅碳水化合物含量近乎0，即係話你食雞蛋，你嘅胰臟完全唔需要承受任何壓力去分泌大量胰島素，血糖根本冇可能因為食雞蛋而飆升。第二，雞蛋含有高質量、非常完美的優質蛋白質。一隻普通大細嘅雞蛋就有大約6到7克嘅蛋白質，而且裏面包含咗人體必需嘅所有氨基酸。醫生強調，高蛋白質嘅食物有一個極大嘅優點，就係它可以刺激你嘅腸道分泌一種叫做胰高血糖素氧太負1嘅飽腹感荷爾蒙。而家市面上幾千蚊一針，好多名人用嚟減肥控糖嘅針劑，其實原理就是模仿呢種 GLP-1。你食咗雞蛋，身體就會自然分泌呢種荷爾蒙，令到你個腦接收到我好飽喇嘅信號。咁你之後嗰餐自然就不會想食咁多白飯、麵包或者米粉等精製澱粉。第三，雞蛋裏面含有豐富嘅元素 K 係因種人當然是喺微聯過，而雞蛋尤其係蛋黃正是係嘅極佳來源。除咗鹽之外，蛋黃裏面仲含有豐富嘅卵磷脂、維他命 D 同埋多種維他命 B群，呢啲成分對於保護心血管、維他命、提升肝臟代謝脂肪嘅能力都有好大幫助。所以食雞蛋千萬唔好丟咗個蛋黃，咁樣做等於將最精華、最控糖嘅營養素倒咗落垃圾桶，真係好浪費。多項針對50幾歲、60幾歲中老年糖尿病高危人群嘅長期追蹤研究發現，一星期食12隻或以上雞蛋嘅人，比起一星期食少過2隻雞蛋嘅人，他們發展成2型糖尿病嘅風險降低了接近30%。
而且佢哋嘅空腹血糖水平普遍更加穩定。醫生建議最健康嘅食法係水煮蛋、蒸水蛋或者溫泉蛋，因為呢啲低溫無油嘅烹調方式可以100%保留雞蛋裡面嘅營養素，又唔會產生額外嘅油脂同熱量。你想象一下，朝早返工或者起身食2隻黐雞蛋，配一杯無糖黑咖啡或者豆漿，再加一小碗燕麥片，呢個早餐既滿足又頂肚。最重要係你監測住自己餐後2個鐘嘅血糖，你會發現條線平穩到好似一條直線咁，完全冇大幅起伏。呢個就係雞蛋嘅威力。講完呢10種醫生認證嘅超級食物，其實控制血糖仲有一個非常核心，好多年輕人或者長輩都忽略咗嘅黃金法則，就係進食嘅順序。醫生建議，無論你眼前嗰餐飯有幾豐盛，你都一定要遵守呢個順序，先食菜，再食肉，最後先食飯。點解呢個順序咁緊要？我哋可以做個比喻，你個胃好似一個漏斗，如果你一開波就將白米飯、炒麵倒落去，呢啲精製碳水化合物會以極快速度被胃酸消化，然後好似洪水一樣湧入小腸，血糖就會瞬間暴漲。相反，如果你先食一碗西蘭花、秋葵或者涼瓜，呢啲高纖維嘅食物會先塞滿你嘅胃底部同小腸壁，築起一道防禦工事。跟住你食埋雞蛋、豆腐或者牛肉等蛋白質，進一步減慢胃排空嘅速度。最後你先食飯，呢個時候你其實已經有7-8分飽，飯量自然減少，而且因為前面有纖維同蛋白質擋住，糖分只能夠好似擠牙膏咁，一點一滴極之緩慢咁滲透入血管。用呢種方法食飯，就算你食嘅係普通白米飯，餐後血糖都絕對唔會失控。好多人到咗40-50歲，發現自己有高血糖之後，心態好容易崩潰，覺得人生完蛋咗。但其實現代醫學已經好明確咁話俾我哋知，2型糖尿病或者前期高血糖，完全可以透過飲食同生活習慣嘅改變嚟達到逆轉或者完美控制。你唔需要過苦行僧嘅生活。世界上面有大把好似雞蛋、洋蔥、西蘭花、秋葵呢類平靚正嘅食物可以幫到你。關鍵係你要懂得將呢啲食物融入你嘅每日3餐裏面。例如你今晚去街市買嘢，你可以買2斤西蘭花、1包秋葵、1盒雞蛋、2個洋蔥。晚餐煮一個洋蔥炒牛肉，1盤清蒸西蘭花，再加1碗秋葵蒸蛋。你看咁樣一餐飯有肉有菜有蛋，豐富到不得了，全家人都可以食得好高興。但佢本質上卻是一頓最頂級由醫生背書嘅降糖大餐。控制血糖從來都唔係叫你捱餓，而是叫你學會聰明地去揀食物，聰明地去食。只要你肯踏出呢一步，主動去調整你嘅餐單，你一定可以擺脫對血糖數值嘅焦慮，重拾健康活力嘅人生。